玲玲吼是一个菜色的台语名，你敢知影这个物件是什么色水的菜咧？玲玲，玲玲啊，你应该有跟他说吧？我爱叫人。哦，要救人去了，要去嘞。好，救人哦，真的救人哦，你玲玲。知道无？是红萝卜嘛，干嘛色？哦，哦，好啦，啊，我就讲红色，好，红色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红色对唔对？来，分数先。有迄个第六5000咯，唔通够输啊，拜托。唔通，反正是讲干嘛色啊，红色拢是会使啦哈。因为咱红萝卜台语叫做红菜头，啊，毋过若菜头你唔好甲讲白菜头，因为菜头就是菜头，好，这是爱分别的。啊，像那也叫做仁仁，因为伊就是日语的发音，就是那仁松迄两字，吼，啊，就是仁仁。啊，咱的日的音，伫咱传到这个语言内底，有当时会变音，所以有当时啊叫做仁忍，啊嘛仁忍拢有。